Insta 360嘅 Flow 2 Pro唔單止係手機雲台，而且仲係追蹤高手。來自 Deep Track 4.0智慧追蹤功能，只要選擇好目標就可以隨時進行 AI 放大或者長焦距跟隨，而且就算走到遠一遠都仲可以跟得到。萬一唔見咗目標啊，佢仲會乖乖企定定等目標重新出現再跟隨。除咗喺影相同埋拍片之外，更加可以喺慢動作同埋移動延時上面使用呢個追蹤功能，再加上可以360度無死角跟隨拍攝，想要拍啲乜嘢已經再冇阻擋。除此之外，只要使用 iPhone 就可以配合 Dock Kit 技術，使用原生相機再配埋呢個磁吸背板，更加可以透過 Smart View 操控 Zoom In、Zoom Out、前後置鏡頭互換同埋橫直倒切換，更加可以使用呢個外置 AI 追蹤模組，只要舉一舉手就可以開始追蹤。而且呢個模組更內置補光燈，可以調校光暗或者熄溫，而且再配合埋呢個自拍鏡同埋內置嘅3腳架同伸縮棍，或者使用 Apple Watch 同埋另一部手機進行呢個負屏操作，想自拍簡直易如反掌，電量仲可以用到10個鐘頭，就算手機冇電都可以即時變身為充電器。一支咁多功能嘅手機雲台，你仲需要考慮啲乜嘢啊？